花莲台东进行大地震，要安怎来复原呢？内政部的处长花敬群带着营建署甲土木技师去勘灾，像伫东里这个所在，都有民众地震了后家园残破，只会当搭雨棚勉强来度日。要洗手面，都要到附近的土地公庙。即卖民间团体像台积电嘛来伸出着援手，希望会当予花东的乡亲早日来恢复家园。地都裂痕。毕业必顺，条啊嘛断去啊，铁机啊看现，物件是东倒西歪，厝已经无成厝啊。不过这是因唯一会使大的所在。花莲东里这家伙啊，无别里通大，只好暂时住伫这个所在。用树瓦甲篷布做一个临时住所，想要洗一个手面，就要到土地公庙去灌水。即马厝内无水，阁无电，就惊讲要有地震，嘛毋敢转去困。自己伙8人，我靠阿某2人伫外口做线工维持生活。虽然是比较困苦了点，家里平安。家在厝内人拢平安，当然更加希望厝会使够大，热心的厝边。到整理，在地议员甲台积电毛到卡手，因为有的所在油源也未复原。这边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水。水道拢无水，9月8大地震了，富里乡新兴村油源欠水，地思讲灾后复原的工作拢无进展，这是以老大人较济，无才调家己去灌水，也有人想要洗一个身躯，只好用这水沟啊水。希望自来水公司赶快解决我们民生的问题。每天都在这里水沟这里洗澡啊，很冷啊，很不方便。要加强，我们这边是没有水，真的很不方便。由于上坡国小同款的灾情，有部分的壁倒去1楼便所的涂骹拢无平。对校舍结构是没有影响的，只是说现在要做该区域损坏区域的一个修复环境大致整理好，让学生也正常上课。9月8大地震了后，花东地区需要重建。内政部处长花敬群、营建署长吴鑫，加土木建筑师的工会做去勘灾，了解灾情，嘛提出具体方案，要协助灾后的复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